各位網友，又係聖經科研雜社同大家見面，我係何賢東 Tony Ho， 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創世記1章至11章，經文呢就係創世記第5章，題目呢就係聖經第一個家譜的爭議。呢個題目呢有兩段片嘅，咁呢段呢就係第二。未進入主題之前呢，先同大家分享個人嘅信念。6日創造呢就呢個宇宙以至地球同埋其中萬物嘅真實歷史，咁所以亞當夏娃呢都係真實嘅歷史人物。因為6日創造嘅關係咧，整個宇宙啦、地球啦、所有生物同埋人類同埋其中萬物嘅歷史咧，都係啱啱大約6000年嘅創造面貌咧。經過3次嘅事件咧，徹底改變嘅。第一就係始祖犯罪，神嘅宣判；第二就係挪亞洪水毀滅全地；第三就係巴別塔變亂口音，人類散居全地。咁會一一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咧，如果呢個家譜嘅爭議咧，最主要就係因為接受呢個大爆炸同埋人類進化，即係進化論啦。咁你就要同時接受咧，就係億萬年嘅宇宙嘅歷史。咁但係如果聖經嘅家譜加起上嚟咧，加到耶穌咧就大約係4000年嘅，咁耶穌到而家咧就2000年啊，咁所以咧總共歷史咧就係6000年嘅，咁即係從聖經就可以計到呢個6000年出嚟，咪即係 sorry 啊，係計到4000年嘅啫，即係計到耶穌，咁耶穌之後咧，咁就係2000年，咁樣計到6000年。咁你進化論咧就要億萬年噶嘛，咁你要協調呢兩者咧，基本上冇可能嘅。咁所以咧，有部分嘅人咧就係索性咧，將創世記1章至11章咧就說成係神話歷史。神話唔係神的話語喎，係神話，即係好似《西遊記》咁類似嗰啲咁啊。就拎近東嘅民族嘅傳說咧，就相提並論。咁譬如呢個網站咧，呢個網站 Biologos 咧，咁佢就聲稱係基督徒啦，咁但係佢亦都接受，唔係接受，佢係非常之去 promote 咧，就係進化論嘅。咁第一個佢話，佢呢個文章討論咧就係究竟創世記裏面嗰個人嘅壽數係 literal， 即係文字上嘅字面上嘅意思咧，定係symbolic，即係象徵性嘅啫。咁佢就話咧，可以去睇下喺近東嘅文獻啊，即係古代嘅，當然係嗰啲數字咧係有唔同嘅意思嘅用途嘅。咁令你可以咧就係去理解咧，就係嗰啲希伯來嘅祖先嗰啲嘅壽數，即係用近東嗰啲古典嘅古籍裏面點樣嚟運用啲數字，咁啊去解釋去理解。最主要都係其實創世記第5章裏面嗰啲人嘅壽數嘅啫。近東嘅文化裏面咧，譬如呢個啦，佢話嗰啲人咧可以統治28000年嘅。咁呢啲數字咧，嗰啲用嚟咧就係一啲數字神秘學裏面用嘅。創世記裏面嗰啲數字咧，其實都係類似咁嘅意思，即係一啲數字神秘學嚟，唔係真正實際嘅數字。咁呢啲數字咧，譬如28000年咁呢啲數字咧，冇人會諗呢啲係真實嘅歷史記載嘅，冇人會諗咯。28000年嘅，
統治，有乜可能啫？咁呢度咧，其實佢嘅問題就係將創世記啊同近東嘅神話傳說咧就相提並論，咁令到咧佢可以解釋就係你都唔需要接受嗰啲年齡係真實㗎啦，因為近東嗰啲文明嗰啲古籍裏面嗰啲數字，你都唔會有人相信佢係真㗎啦，咁嘅意思。咁但係問題，聖經係神所默示㗎嘛，呢個提摩太後書3章16節嗰度咁講㗎嘛。即係如果你信聖經係神嘅默示，咁既然係神嘅默示，你就唔可以同嗰啲所謂神話傳說係相提並論啦，就咁意思啦。咁唔淨止係個爆 logos 嘅，咁呢個 reasonable faith 咁都講過嘅，佢即係頭先第一段片嗰度咧，咪講過佢咯。即係佢要嘗試揾咧，就歷史上嘅 historical Adam and Eve， 就揾呢個。咁佢都拍咗好多 YouTube 片去介紹呢本書嘅。呢位就係 Dr. William Lane Craig。咁我唔詳細去講啦，因為第一段片已經講咗佢㗎啦。咁佢最重要嗰個結論就係創世記第1章至11章咧，就係俾佢叫做 Bible History， 即係神話歷史。咁唔淨止係基督教嘅，天主教都係嘅，譬如呢個聖柯先 Catholic Church and School 呢度咧。咁呢個網頁咧，佢都有講佢嗰個對人類起源嘅立場嘅，或者對聖經即係創世記1章至11章嗰個立場。呢11章裏面咧，唔係想話俾你聽 the factual reporting of distinct actual events， 即係唔係話俾你聽裏面嗰啲事件咧係真實嘅，唔係嘅。咁有一啲史詩嘅文獻嚟嘅啫。佢最主要即係話創造啊，亞當夏娃啊，該隱亞伯啊，挪亞、洪水啊，巴別塔呢啲咧，其實就係認識神嘅啫，讓我哋同埋叫我哋係同神咧係有呢個關係連結咁樣，即係話唔係想話俾我哋聽咩啊？真實嘅歷史，只係裏面有啲教訓俾我哋，讓我哋認識神。創世記1章至11章裏面嗰啲，譬如關於創造啊，關於洪水嗰啲嘢咧，嗰啲事件咧，就係同近東嘅嗰啲文明裏面都有佢哋嘅創造同埋洪水嘅故事噶嘛，都係嗰句咧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即係神係點樣嘅，就唔係話俾你聽究竟個世界係點嚟嘅。人係點嚟嘅？洪水係點樣發生嘅？呢啲全部都係唔係真實嘅歷史嚟嘅。咁即係好多人咧就認為聖經同即係創世同洪水有關記載咧，其實就類似近東古代神話傳說，所以就啲經文咧就唔應該係以字面去理解，只需要領悟咧當中嘅教訓就得㗎啦。即係譬如你睇嗰啲古老嘅神話，譬如希臘神話啊，不過希臘神話都遲啲嘅，近東嗰啲神話係再古老啲嘅。咁你睇嗰啲古籍，你唔會當嗰啲係真係事實嚟㗎嘛？你冇人會咁樣當㗎嘛？咁點解你要當聖經係真實嘅咧？記載咧？咁但係事實上咧，其實佢哋講嘅咧係啱啲唔啱啲嘅，因為佢哋就好強調個近東嘅民族嗰啲傳說啊嘛。但係其實世界各地嘅民族啊，好多都有
關於創造同埋洪水嘅傳說嘅，唔係淨係近東即係兩河流域嗰啲地方啦，唔係淨係嗰度有嘅，世界各地都有嘅。咁我嘗試咧就從聖經角度咧去討論下呢個問題，點解世界各地嘅唔同嘅民族都有關於創造同埋洪水嘅呢個傳說咧？嗱，呢段片咧就有講嘅，講10個創造同埋洪水有關嘅呢啲傳說，咁咧講全世界嘅，呢個好明顯好似係我即係中土人士咁樣啦。不過唔知啊，你有興趣就去自己去睇下呢段片。主要強調一樣嘢就係世界各地都有呢啲傳說嘅。咁呢個 Ancient Genesis 啦，咁佢有 Ark Encounter 嗰個一個景點嚟嘅。咁咧佢裏面咧就有介紹嗰啲傳說，呢個世界地圖，即係唔同地方。嗱，呢度係美洲啦、非洲啦，呢度就近東啦。咁歐洲都有嘅，中亞嗰度都有嘅。咁呢邊咧，亞洲啊、澳洲都有嗰啲傳說嘅，或者甚至係太平洋嗰啲島國咧都有呢啲傳說㗎喎，係世界性嘅，唔係淨係所謂近東嗰度有嘅啫，唔係嘅。咁我有呢本書啦，呢個咧唔係本書嚟嘅，好大嘅畫冊嚟嘅，差唔多1米咁高嘅，呢度係1米嘅。咁佢打開咧就好長嘅。咁呢個起點咧就係亞當出生啦，就係創世1年。挪亞出生咧就喺呢度1056年。咁呢度咧經過500年咧就係156年咧就係閃含雅弗出生喺度。咁呢度咧就係洪水啦。關鍵咧就喺呢度，巴別塔變亂口音。咁好多時咧就將呢度當成即係一段時間嘅，即係唔係即係慢慢變咁意思啦。但係其實巴別塔變亂口音係一件事嚟嘅，係一件事。咁咧就發生大約喺就係創世1754年。咁遲啲會講點解我覺得係一個時間發生嘅。咁中間咧就大約係有100年嘅。你佢呢度睇到啦，洪水之後呢度洪水1年嘅啫，浸咗。咁呢度之間咪大約有100年咯。咁喺呢啲100年裏面發生咩事咧？就係呢100年裏面咧，挪亞啦、閃含雅弗啦，同埋當然啦，佢4個老婆都係健在嘅。咁佢哋咧就會將洪水前嗰個世界，即係特別由創世到洪水嘅一啲事咧，就同佢啲後人咧、子子孫孫咧就講嘅。咁洪水之後幾代人咧，嗰個壽命咧都好長嘅啫，200幾歲嘅，100幾歲、200幾歲嘅。咁所以佢哋全部人都聽到呢個創世同埋洪水故事咧，係絕對有可能嘅。即係每一個人啊，但係當時有幾多人唔知，即係遲啲同大家討論下。但係咧，佢哋每個人咧，因為咁長命啊嘛，100幾200歲啊嘛，喺呢100年裏面咧，佢哋唔會話聽咗好似我哋咁幾廿歲咁就死咗啦。咁你聽完都未夠100年已經死咗，唔係，佢哋係好長命嘅，200幾歲、
百幾歲嘅，即係話100歲裏面咧，100年裏面咧，佢哋都仍然生存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去到巴別塔嘅時候咧，最初出世嘅都仲係一齊喺度嘅。咁所以佢哋聽過晒嗰啲創世同埋洪水嘅故事咧，係每一個人都聽過有可能嘅。同埋咧，佢哋聽嘅時候咧，因為都係挪亞、閃同雅弗去講噶嘛，咁係咪大同小異咯？即係好接近嘅，佢哋聽到嘅，你可以當一個創造嘅同埋洪水嘅故事，一個就係創世記裏面嗰個洪水創世同洪水嘅故事。問題咧就喺度啦，巴別塔變亂口音之後咧，佢哋就唔能夠再溝通啦。咁唔同嘅族群咧，就帶住佢哋嘅記憶啊，嗱，因為唔能夠再溝通，即係唔可以再聽到挪亞、閃同雅弗喺度講噶啦，唔可以噶啦。佢哋就每一個群組族群就帶住佢哋嗰個族群嘅記憶，就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。咁去到之後咧，仲有幾百年咧，先到摩西。咁喺呢幾百年裏面咧，嗰啲故事咪一路靠佢哋自己係各自去口傳嘅話，咁咪會出現偏差咯，咁咪變成好多唔同嘅版本咯。就去到世界各地都有呢啲傳說啦，但係呢傳說基本上都係有咩啊？創造同埋洪水。咁就係呢個就係點解佢哋唔同嘅民族都有呢啲創造同洪水嘅傳說，就係因為巴別塔變亂口音嘅結果嚟嘅。咁喺度摩西嘅時候咧，咁神咧就親自默示俾摩西，將嗰啲神嘅話語咧寫低，就變成摩西五經。咁裏面嘅關於創造同埋洪水嘅記載咧，就係神親自嘅默示嚟嘅，唔係古代古老民族嘅神話傳說，係神親自默示俾摩西寫出嚟嘅。咁其中之前介紹過一個苗族古歌，就喺甘肅就有個苗族咧，佢哋就靠唱歌唱咗幾千年，咁佢嘅內容咧就被翻譯成為中文。嗱，佢哋冇文字嘅，咁冇文字要口傳咧，就點都會傳錯嘅，傳漏啊，傳錯變咗。但係佢哋嘅方法就係咩咧？係變成歌曲唱出嚟，咁跟住個旋律唱出嚟，咁就傳咗幾千年咧，都可能係冇變嘅，冇錯嘅，咁傳落嚟嘅。咁呢個 ICR 啦，咁你都講過一次，佢哋亦都去研究過呢個苗族古歌。苗族古歌咧，佢發現咧都可以大致上係分到，譬如講創造啦，講人嘅創造啦，講呢個世界敗壞啦，講洪水啦，同埋就巴別塔。咁佢仲有佢自己一個家譜嘅。咁當然咧，佢呢度咧就用咗英文去處理，
咁但係苗族古歌咧，咁之前俾大家講過啦，就係即係有人係翻譯咗成為中文嘅。咁但係記住喎，佢苗族古歌原本係唱嘅啫喎，佢係冇文字，即係嗰個苗族係冇文字㗎，佢只係即係唱出嚟，佢知個意思，然後就直接就係用中文翻譯出嚟，唔係對住啲苗文然後翻譯中文，唔係嘅，只係聽個歌詞然後去翻譯。咁當然啦，嗰啲苗族嘅人啊，而家當然佢自己都識普通話啦，即係識中文啦，咁所以佢哋自己就可以將啲歌詞咧嘅意思咧就係譯成中文。咁喺 Ancient Genesis 咧揾到一個人咧，呢位哥哥，咁佢話咧佢嘅家譜咧可以追溯到亞當夏娃嘅，咁即係你信唔信啦？點解咧？因為咧佢媽媽個家族就原來同英女王咧係相同嘅，個家族個族譜係一樣嘅，係相同嘅族譜。咁而英女王嗰個族譜咧就可以追溯到挪亞嘅。咁根據創世記第5章咧，咁咪可以追溯到亞當咯。由亞當到而家有幾多代人咧？咁你已經講過啦，如果你信進化論咪可能有8000代啦。咁但係我哋睇下呢個究竟有幾多代咧？呢度由亞當至到耶穌咧，咁你去路加福音嗰度有個族譜詳細，真係數到亞當嘅。咁有76代，跟住咧到耶穌之後到而家咧，就當然冇聖經冇記載，冇呢個家譜啦，冇啦。咁樣，但係咧就當咧假設係25年一代，咁咧就大約係有81代，大約咁樣計啦。咁所以咧，由創世到而家，原來真係得大約157代。咁佢呢度咧就講話佢係亞當係佢84世祖啊。咁呢個就應該唔啱噶啦。呢個84同157咧就唔可能爭咁遠嘅，因為頭先講過由亞當到耶穌有76代啊嘛。咁由耶穌到而家有2000年，就唔會得76、84，即得8代，就唔可能可以跨越2000年啊嘛，冇可能啦。咁所以呢度應該係講錯嘅，我估佢係講錯，就唔係計錯。可能佢要翻去睇翻個族譜咧，可能就數到真係有幾多代。原來真係有人咧係有個族譜可以追溯到挪亞身上嘅。咁呢個世界咁多人，係咪淨係得佢一個係可以咁樣做咧？當然，點解由亞當到耶穌有4000年喎？點解得70幾代咧？由耶穌到而家得2000年啫嘛，就有80幾代，因為早1000、2000年嘅人啊，個壽命好長嘅，即係話佢好似創世記第5章裏面咧，10代人已經跨越1000年啦。10個人已經跨越1000年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歡我個頻道咧，就請你訂閱、按讚同分享，多謝。下次再見，願創造之主與你同在，賜福與你，阿門。